港鐵特惠站，大家有冇注意到港鐵喺某啲地方設立港鐵特惠站？只需要喺呢啲拍卡機上輕觸八達通，當日乘坐地鐵即可節省2至3。老實講，地鐵經常向政府申請加價，理由係運作成本上升，需要透過加價嚟維持運作。既然如此，點解地鐵仲會設立呢啲特惠站俾乘客享受優惠呢？如果地鐵真心想俾乘客受惠，應該將特惠站設於港鐵站內，方便更多乘客使用。顯然，港鐵設立呢啲特惠站另有用意。港鐵特惠站通常距離地鐵站有一定距離，但可以步行到達。對於附近居民嚟講，其他交通工具可能更為便利，因此港鐵提供額外優惠以吸引潛在乘客。對佢哋嚟講，地鐵唔一定係首選，因為巴士同小巴等交通工具能提供更舒適嘅點對點服務。港鐵嘅班次有固定時間表，無論載客量點，仍需提供相同數量嘅服務，營運成本不變。隨住乘客增加，平均每位乘客嘅運作成本會降低，因此港鐵利用特惠站吸引更多乘客。部分港鐵特惠站設於港鐵商場附近，旨在吸引人流。好多通勤者為咗節省車費，願意多走一段路。設立特惠站並非僅為提供折扣，港鐵亦都可以選擇唔加價或者減價。特惠站嘅設立旨在達成雙贏，港鐵喺唔增加成本嘅情況下吸引更多乘客，而乘客則能夠享受折扣，周邊人流亦都因此增加。